嗰度语文发通、县级措施发通，如何做企业？下摆假如向可那过去帮忙的企业，就蛮总干咯。唔过发通判所的也软包软钱的企业，乃起人呢？唔是讲大多数如係创上废书的，差多分化创去烧黑，也垃圾量也就蛮多喎。故做美丽台湾关怀协会路屯企业书的，会拿起本身心障碍团体，天意拜创业嘅妈妈来做有创意、有时代代表台湾嘅商品。然后还去学校社区，推广企业 DIY， 做出各种嘅艺术品。人家有希望推广到国泰企业，而企业有韩国多嘅利用价值，也保护环境。行啲嘅路行，现在就看得到安尼广告宣传用嘅企业，不过也有企业啲发通结束过后，都会遵守垃圾来得撇。不过一下是会加地位创意，免地位嘢就会有新嘅利用。渐渐各种色都有，展现出玫瑰花嘅奖，也一类嘅玫瑰花，无奈稀奇，又天一类强用嘅。因为旗子后来发现它有很多的材质，不同的质感，有比较软的布、比较硬的布、比较会有虚的布、比较剪起来比较不会有虚的布、比较有反光的布这样子。那我们后来是有找到说，像这种比较亮面的，然后颜色反差落差大的，像这种折起来它就会很漂亮，就是会有这种颜色不一样的变化。废书嘅企业做地拿来做艺术品，看到你望住不见，会有安尼嘅想法，喺热力20-30歲嘅細人每夜來應用。通常一般来说，举办一个小型活动可能大概200面，那我们可以去思考，在台北市，现在台北市或者是新北市，可能就有几百场的，不管是企业的公关活动，或者是政府的公关活动，算起来至少都有上千场的活动。那我们在推到，如果各县市，台湾有20个县市，从200面旗帜到1000场活动，再乘以20个县市，那有多可观？那位大嘅企业行都表現出各種各樣嘅台灣，將佢一企業做出嚟嘅卡板，當個印的詞數、通體也都是，就表現出某一部分嘅台灣文化。台湾最好吃的米在哪里？在池上嘛，所以。当你送给外国人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去回想，他可能去过台东，那你送给他池上秋收这个就非常有台湾的意涵。他可以想到说，他带回他的家乡之后，他可以背着这个包包，跟别人介绍说，就是我去过台湾，然后台湾池上这2个字叫池上，它不是只是一个商品而已，它是可以是台湾一个很棒的宣传。宣傳過後嘅企業，匆匆單單就係拿來復貼，但以用嘅天為老亞條企業拿來好好利用。故數前面尚未在過前條路嘅亞條媽媽，韓國青年中心嘅學員來合作。像這顏色太淡，這就不要了，這個就很漂亮。一位同年妹嘅企業，韓國工廠傳到為布條布隻亞條數到進來。青年中心嘅學員老企業行動有創意嘅圖同文字，對量測出裁剪都查出成品，設計出一類又正又有意思嘅產品。爸爸爸，誰做的？我做的。是我做的。我做的花宝袋。身上背的这个是什么？花宝袋。如果我感觉是最高兴的。为什么高兴？都做奖励金。永裕除了共同推广这个环保旗帜的部分，其实最大的一个主要目的，我们是希望可以增加中心这些青年的工作机会。那这样这几年下来，我觉得这个旗帜带给他们的是一个工作上的自信心。当然，他就跟我们一般成人一样，我们有工作每天有工作，这样有自信，这样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绝对是那个老化这样的现象一定是会减缓的。
洗皮包的盐皮盒的背包、化妆包，又会看看唔出来係用企業做出嚟嘅。嚟以用咩希望消費者看到亞條產品會有很較多嘅面向。我们用我们的很简单的美感跟概念去截取漂亮的图案，这样，所以可以让民众，我觉得反倒是一个观念，让民众去思考。如果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要帮助身心障碍，然后他们很可怜，这样，我觉得是希望可以带出另外一个思维，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生命的价值，他们也可以做那么棒的事情，那我们呢？用宣傳客家法通嘅企業做出正嘅兒童法背包，冇就用企業藝術嘅企業拿嚟做出假條嘅公關產品，按呢用過嘅企業就有新嘅價值。我們作為一個就支持這樣的一個具有反思意義的當代藝術的這樣的一個單位，我們也會反思說，這樣子每年做旗幟雖然是一個必要的宣傳，可是如何將這樣的所謂的必要之惡，做一個更有意義的轉化？想說怎麼樣的一個重新再製作的產品是大家可以想要再利用，以這樣的出發為主啊。因為如果說我把它做成一個娃娃好了，那也許說大家後來這個東西也保留不久，對，然後也不會再去使用它，所以我們還是先以去年第一次開始做，就以環保袋做基礎出發。這個部分就很需要，就是企業的部分。我剛才講到企業消費者的認同，願意投入，因為只要你的投入跟一點點的資源，你做的這些旗子，你把它買回去，你做成你要的公關贈品，然後你把它買回去，然後跟你的消費者說你自己的故事。用企業浸出5000類嘅玫瑰花，雕出一隻定義上嘅體相嘅，冇就係同企業拆下來，裁剪整理過，疊到重嘅門框，按呢一條插落去，就會有一層又一層嘅工藝變化，就係一類體現嘅裝置藝術。嚟以用老年模嘅企業重新整合發揮，按呢強會變到垃圾嘅物品，就有新嘅詮釋。很多當然未因這按呢，因為工作機會，未做啲貢獻而呢，同學嘅順法。